喂喂喂，呢度係文哥聊天室，過嚟傾下偈，吹下水，乜嘢都嚟噏一餐。大家好，歡迎嚟到文哥聊天室。今集嘅話題係台幣急升會否重演日本廣場協議後嘅經濟災難？如果喜歡呢條片，記得訂閱、點讚、留言同埋分享俾你嘅朋友。你哋嘅鼓勵係文哥拍片嘅原動力，請大家多多支持。而家就嚟同你講下今集話題。各位觀眾，呢幾日有冇睇新聞？台幣匯率真係嚇死人，短短2日之內由30幾蚊變到29蚊，呢個升幅之快，令到唔少人摸不着頭腦，究竟發生咩事呢？今日就等我哋嚟解構下台幣匯率急升嘅謎團。如果你平時有留意外匯市場，咁你可能都會覺得奇怪，因為台幣通常都係幾穩定嘅貨幣，邊有可能響2日之內就升值6%以上呢？呢個係極為罕見嘅現象，甚至令人諗起1985年嘅廣場協議。當年日元就係咁樣暴力升值。根據消息，台幣喺5月2號單日就升值咗9.53角，匯價收喺31.064。呢個力度創下咗台灣央行自2002年以嚟統計嘅單日最大升幅紀錄。但係更加誇張嘅係，到咗5月5號，台幣再次急升，盤中一度升至29.59元。雖然收市嗰陣回落至30.145蚊，但係2個交易日已經升咗1.872元。升幅高達6.21%。講到呢度，一定有好多人好奇，究竟台幣點解會咁突然爆升？坊間傳出嘅說法真係五花八門，到底邊個先係真相？第一個講法就係外資大量流入，有報道指出，外資單日淨匯入約15億美元，並且買超台股約400億元，推升到台股指數上漲552點。但係有金融界人士即刻唱反調，話睇返過去數據先。你會發現，2025年1月至4月，外資賣超台股7049億元，5月2號買400億元，只係佔年初賣嘅5.7%，根本就冇可能改變長期撤離嘅趨勢，所以外資流入嘅講法好似唔係咁有說服力。第二個講法就係出口商加速結匯，有專家分析，台灣出口商恐懼台幣會進一步升值，所以紛紛拋售手上嘅美元，單日就拋售咗約10億美元嘅外匯。呢啲恐慌性嘅行為反而加速咗台幣嘅升值。第三個講法就更加有陰謀論色彩，話台灣政府同美國進行對等關稅談判，被逼讓台幣升值。不過台灣央行總裁楊金龍已經親自出嚟闢謠，話本行並未參與台美經貿工作小組，而美國財政部亦都未要求新台幣升值。佢仲強調，台灣嘅貿易順差擴大，主要係因為美國對台灣資通訊產品需求增加，同匯率無關。除咗呢幾個主要講法之外，仲有啲特別嘅見解，例如有報道話係壽險業大規模避險操作，又有經濟學家林啟超分析，可能係市場對升值過度預期。特別係有啲媒體報道，根據經濟學人嘅大麥克指數，台幣被大幅低估約59%，若台灣被逼大幅升值貨幣，新台幣對美元嘅匯率應會升至13.3:1左右。呢個說法傳開之後，令到好多台灣嘅散戶恐慌，紛紛拋售海外資產，將資金匯返台灣。仲有一個更加驚人嘅解釋，就係有禿鷹喺度炒匯。楊金龍公開表示，央行觀察到有大額資金停泊，但冇實際進場買股，懷疑有炒匯嫌疑，已經提出警告，請對方行開，但對方走都係慢慢嚟。佢仲提到，類似嘅禿鷹曾經攻擊過英鎊同港幣，實力相當強大。聽到呢度，係咪覺得好似睇緊金融驚慄片？但係無論原因係乜嘢，台幣急升絕對為經濟帶嚟翻天覆地嘅影響，特別係對出口為主嘅台灣經濟，影響可以話係弊大於利。點解咁講呢？因為當台幣升值，台灣嘅出口產品喺國際市場上價格就會變貴，可能令國外客戶轉投其他國家嘅替代品。尤其係台灣啲中小型出口企業，佢哋嘅毛利本身已經唔高，一旦匯率急升，分分鐘要蝕本做生意，長遠嚟講可能會導致企業倒閉，引發失業潮。但係台幣升值唔係樣樣都係壞事，對某啲人嚟講反而係好事。例如台灣人去旅行，突然間發現自己嘅錢變得更加值錢啦。原本去日本、歐洲、美國要俾好多錢，而家平咗唔少。仲有啲進口商進口外國貨品嘅成本都減低咗。如果你係有投資海外嘅人士，就要睇定啲啦，因為你嘅資產可能縮水咗。最有趣嘅係呢次台幣急升，引發咗民眾搶換外幣潮，好多銀行嘅網上銀行系統都塞車。想諗下，平時冇乜人關心匯率，
而家人人都想去換美金，可見民眾幾咁精明。但係呢個係咪真係精明呢？定係跟風？我諗好多人都係聽到人哋話換就去換，根本唔知自己換咗之後做乜，係咪又係一種從眾心理呢？唔理點講，台灣央行已經對匯市狀況作出回應。楊金龍總裁發表咗7點聲明，首先強調台灣經濟基本面表現良好，2025年第一季經濟成長率達到5.37%，優於美國、中國大陸、新加坡同南韓。佢仲表示，今年以嚟金融市場逐步修正上年10月興起之特朗普交易，而4月9日以嚟，美國特朗普總統宣布對等關稅暫緩90日實施，並開始同主要貿易對手國協商，令股市回暖。楊金龍亦呼籲市場評論人員切勿以惡測方式評論國內匯市相關議題，同時勸告廠商唔好聽信市場過度誇大或者不實嘅分析，產生非理性嘅預期而拋匯，最終反而損及自身利益。聽落好似係暗示有人喺度散播謠言，刻意製造市場恐慌，等自己可以從中獲利咁。對於坊間擔心台幣會重演廣場協議後日本經濟20年低迷嘅歷史，經濟學家有唔同睇法。有網友喺 PTT 發文分析，認為日本泡沫經濟嘅成因並非匯率升值本身，而係利率政策嘅轉向。言下之意係話，只要台灣央行唔係因為匯率升值而盲目調整利率政策，就可以避免重蹈日本嘅覆轍。我哋睇返歷史數據，台幣對美元匯率嘅波動一向比較平穩。喺2024年12月18號收盤價32.481蚊，到咗2025年5月初就狂升到30蚊以下。最誇張嘅係5月2日成交量高達22.48億美元，創下歷史新高，而5月5日成交量更加暴增至40.1億美元，再創新高。呢啲數字反映咗市場嘅瘋狂程度。不過，國泰世華銀行首席經濟學家林啟超就認為，呢次升值可能只係短期現象。佢形容為一架失速列車，但係佢估計可能快到站啦。意思係話，一旦恐慌情緒消退，台幣匯率應該會回復穩定。又有銀行主管指出，呢一波新台幣走勢受3個主要原因影響：壽險業大規模避險操作，外資大量匯入台股，出口商拋售美元。佢哋強調，呢次台幣急升嘅衝擊同過往資金湧入、基本面強力支撐嘅狀況截然不同，反映咗特朗普2.0時代市場變化莫測、異於常理嘅事件層出不窮。講到底，我哋普通市民應該點應對呢次台幣匯率嘅急升呢？我諗最重要嘅係保持冷靜，唔好盲目跟風。如果你持有美元或者其他外幣資產，而又唔係急住要用，其實可以等匯市平靜咗先再考慮，因為匯率嘅波動往往係雙向嘅。而家升得咁急，唔代表唔會回落。另外，如果你有計劃去旅行，而家確實係一個換外幣嘅好時機。以港幣對新台幣嘅匯率為例，3月初港幣大約可以換4.23台幣，但到咗5月5號，一港幣只可以換到3.76台幣。換句話講，如果你3月份去台灣，用1000港幣可以換到4230台幣，而家同樣1000港幣就只可以換到3760台幣。對於去台灣旅行嘅香港人嚟講，呢個係一個壞消息。對於投資者嚟講，匯率嘅大幅波動亦提醒咗我哋分散投資嘅重要性，唔好將所有雞蛋放喺同一個籃子，尤其係外匯市場波動性實在太大啦。不過從宏觀角度睇，台幣升值或者反映咗國際社會對台灣經濟實力嘅認可。正如央行所講，台灣嘅經濟數據相當亮麗，2025年第一季經濟成長率高達5.37%，呢個表現喺全球範圍內都算係超卓。加上台灣嘅科技產業，尤其係半導體產業喺全球處於領先地位，亦都係支撐台幣強勢嘅重要基礎。有分析指出，中國透露正評估同美國進行貿易對談嘅可能性，令市場對台灣資產嘅信心大幅提升。台灣經濟成長優於預期，以及美國科技巨頭預期將進一步採購晶片，都增添咗市場嘅樂觀情緒。講到尾，匯率波動係市場力量同市場心理共同作用嘅結果。無論係外資流入、出口商拋匯、央行干預，定係單純嘅市場恐慌，都唔會永遠維持一個趨勢。歷史話俾我哋聽，市場永遠都會揾到平衡點，問題只係需要幾長時間。值得一提嘅係，呢次台幣急升引發咗各式各樣嘅陰謀論，例如有人懷疑有政策性操作，有人將呢波急升與1985年美國主導嘅廣場協議相提並論，質疑台灣係咪簽下咗不對外公開嘅協議。
呢啲講法雖然吸引眼球，但係缺乏實質證據支持。正如楊金龍所強調，央行冇參與台美經貿工作小組，美國財政部亦都冇要求新台幣升值。至於有傳聞話美國同主要貿易對手國進行關稅協商嘅時候，要求貿易對手國貨幣升值同轉換百年債券等議題，央行表明呢啲都係市場人士之惡測，並非事實。而家就算我哋查實咗台幣急升背後嘅各種可能原因，但係點解佢升得咁急咁快？其實仲係有好多謎團。一個國家嘅貨幣喺2日之內升值超過6%，呢種情況係極為罕見嘅。台灣央行都承認呢次嘅匯率波動過咗火，唔係太好。作為旁觀者，我哋或者唔需要太過焦慮，因為呢啲宏觀經濟嘅變化雖然會間接影響我哋嘅生活，但係短期內對大部分普通市民嘅直接影響有限。重點係保持理性思考，唔好被情緒主導，亦都唔好輕信坊間嘅各種傳言。講真，匯率波動一向都好難預測，連專家都經常出錯。正如林啟超所言，1個月前大家喺度擔心台幣幾時貶破34，最近每個人都問我幾時升破30。我覺得大家預期心理太強烈，呢句說話好好咁反映咗市場情緒嘅多變。總結嚟講，台幣急升反映咗複雜嘅市場動態同投資者心理。雖然可能有多種因素導致呢個現象，但係最重要嘅係我哋要明白，市場永遠都喺尋找平衡。短期嘅波動可能令人不安，但係長期嚟講，市場力量會將匯率拉回至反映經濟基本面嘅水平。最後提醒大家，外匯市場風險高，波動大，一般市民唔好貿然進場炒匯，否則好容易成為最後一個接棒嘅人，蒙受不必要嘅損失。就算係換外幣，都應該根據自己嘅實際需要謹慎行事。希望大家睇完今集，對台幣急升嘅現象有更加深入嘅了解。如果你有任何睇法，或者對匯率波動有其他嘅觀察，歡迎喺下面留言，同大家一齊討論。多謝大家收睇呢集嘅文哥聊天室，下次再見啦。好啦，又到咗片尾，如果鍾意今集內容，記住按 like 支持下，順手分享出去。仲未 follow 我哋 channel 嘅兄弟姊妹，快啲訂閱同埋按個鐘仔，你哋每個支持都係我繼續拍片嘅動力。下次再同大家吹水，拜拜。